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7月5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帮助弱势家庭的学童，互因伫咧放暑假的时阵，嘛同款会当有营养午餐通好享用。议员林美燕邀集济爱心团体做伙响应中餐助童的计划，伫咧大拿、盐埕、湾里、喜树仔地区来设立着服务点，互小朋友会当下着餐券就近领取便当。中昼时间，小朋友组织做伙，欢喜响应着营养午餐。这项由议员林美燕联合着济爱心团体做伙办理的暑假中餐助童计划，透过中央厨房合作的方式，伫大拿、盐埕甲湾里喜树地区设立服务点，互小朋友会当摕到餐券就近领取便当。我想暑假已经开跑了哈，7月要开始正式开始，为期2个月的暑假。那当然，我们面对就是一些比较需要关怀的家庭，他在营养午餐这个部分，有些血统真的没有办法在学校享用营养午餐，所以有很多的单位，包括我们行善协会，包括我们东边爱心会，包括我们友美狮子会，包括康环亲爱心会，包括虎大幼儿园包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等等这些单位，把他们的小爱化为大爱。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这边的爱心能够去比较关心我们的下一代这些小朋友，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快快乐乐，同时也希望他们有一个快乐的一个就是暑期。议员林美燕指出，社会有真侪弱势病因户，因无法度得到公部门的资源，更加需要社会的帮忙，所以伊也真全力布置社会生活来关注活动。对此，伊也强调，每一次的募款全部拢是全款全用，而且将会持续这项行动，互爱心延续落去。但新闻架上郭博义、曹宏报道。即马政府积极推动长照2.0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长期照顾系统，来实现在地老化的目标。对此，金华社区针对长者振兴健康营造计划，成立银发小学堂，透过手工的健康操、坐公车水佚佗等等的课程活动，要来丰富老大年人的生活。阿公阿嬷用环保桶作为乐器进行拍鼓的练习，而其实这只是金华社区银发小学堂的其中一个课程。该社区为了鼓励老大人参与活动，伫每一个礼拜拢安排侪活动课程，亲像英语课、手工艺、健康操等等的主题，让长辈的生活更加精彩丰富。我们社区从102年开始，我们有一个口号。老伴不能死 ，Only One。讲老伴袂使单一个人尔。所以咱鼓励社区的老人出来社区参与社区的这一些活动。为了要让他们有一个正规的一个时间来参与，所以咱用成立了一个银华小学堂。这些课程内底我们有手作啦，也有打击乐器啦，还有个乌克丽丽啦，还有这个咱的健康操。然后健康操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啦啦队。那里面的那个内容就是经常在更新，让更多的老人来参与这个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参与的这个课程活动里面，他们互相去认识，互相去学习，互相关照。一本一本的故事绘本，拢记录着老宝贝人生当中的故事，也珍藏着因难忘的回忆。另外，也有因亲手所做的各种手工艺品。这已经成为因迈入退休高龄阶段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让我们在每个在社区里面的老人家都得到非常的快乐，心情好，不会觉得怎么样，有运动，又有唱歌，又有作品呐，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大家生活上不会有什么压力，
而且很轻松。出来外面交朋友啊，老人有伴呐、这里都是老人家大家合在一起很快乐过的日子也比较快没有待在家里也不好不动也不好伫政府推动长照社区活动时，金华社区已经是率先投入这项工作，而且伫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当中，除了有为老大人量身打造的活动课程以外，更有特约的服务，打造全方位的友善社区。咱新闻嘉商郭博义采访报道。咱台南有一位拥有插花顶手工才艺的老师郭乃云，伫咧人生迈向中高年阶段时阵，决定离开稳定的公职，家己创业来开店。当时为着要完成梦想，佮向劳动部温家人分署来申请到微型贷款，顺利来迈向伊人生的新阶段。虽然店面无到3平空间，不过当中不管是野花、皮雕、手天的布画，或者是拼贴艺术等等，每一件手工创作拢是用心思独一无二的宝贝，甚至也有心情故事。参照日本晴天娃娃的改造，就是祈求为生，找到幸福感为祝福。而拥有这么多手工艺郭乃云，其实是大胆放弃20档公家机关的稳定工作。希望人生会当做无后悔的代志，所以才勇敢创业开店。其实当时会因为有这个勇气，是因为爸爸过世。那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储备我们的能量，等到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做。那因为爸爸的过世，就是让我一个启动，就是说，很多事情不做会来不及，所以我必须赶快去做。那让我们的遗憾降至最低。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在当下，也是刚好那个 timing， 爸爸走了之后，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属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时间到了就毅然决然。然后在创作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给自己很多正能量，所以其实包括勇气娃娃什么，其实那些都是给我正能量之后，发现说其实是可以走这条路。当然，现在这些人拢想要家己创业做头家，不过毕竟资金就是上大难关。律师郭乃云用伊手工艺实力，向立法署温家人分署申请90万的创业贷款加咨询以后，才顺利启动伊人生事业的第二春。中高龄朋友45到65岁，或是只要是妇女都可以20岁到65岁的妇女朋友都可以它是for一个最高100万的微型的创业。那其实它有很多的诱因那除了是我们专人的课程辅导那有很多成功案例的分享以外最重要的是其实它是很简单的程序了不用透过他人只要符合资格那真的是有很好的创业的规划跟梦想要去圆梦很好的计划，那我们来协助辅导，那就是有这样的决心那最高贷100万那在7年还毕，前2年免利息，而且是免担保品、免担保人未来郭老师除了利用每一件作品，再互人温暖加感动，也要传授成功创业的经验，互友志参考。更希望2年后再开一间较大的店面，继续圆梦。台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因为现代这妇女工课拢真无闲，若是下班过后，搁要准备厝内面的料理，真正是一份真沉重的负担。因此，在世时提供暗顿宅配到厝的服务，同时因也首创业界会当有线伫咧网络上看菜色以及 APP 订餐，佮加上专业的配送团队服务，也互因的客群人数快速增加。一透早，在世时的采买车就载着满满一车由采买人员亲自去市场所拣的食材回来。采买人员无用点菜搬货，厨房内底总铺师也穿着一身躯专业卫生的服装，开始动工。无用切菜准备材料，无用料理调味，就是希望将新鲜的食材做上佳完善处理。为着要互无用的现代人，伫咧一天的工课以后，会当真自在伫咧厝内面食美味营养的暗顿，只要一通电话，在世时就帮你送到厝内。宅配晚餐目前是一个新兴行业，那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最近就是双薪家庭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就创立这个行业。那因为不用让妇女们或是上班族们就是赶着
回家又要包包丢着，就赶快去准备晚餐。所以说，我们就是一通电话直接帮你送到府。那我本身也是一个很忙碌的上班族哈，所以说我自己也都选择我们宅系食宅配晚餐。那因为每天我都会去自己亲自下去做品质的管控，所以说安心也有保障。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有1000万的产品责任险，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安心的去做使用。为着要更加全面来服务消费者，宅系食也创新推出3项同业拢无的服务，让消费者会当更加方便订餐以及看菜色，也会当为食物的配送品质做上界严格的把关。那目前呢，我们在系食宅配晚餐有3个创新哈。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线上订餐系统，这个唯一全台我们宅配晚餐有这个线上系统的服务。那宅友们呢，可以到我们的手机或是电脑上面去做订购，那我们系统服务到晚上12点整，所以还蛮方便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有专业的配送团队，那我们有专属的配送人员跟专属的配送车，那就是可以直接帮你把餐点直接送到您的府上。那我们第3个创新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做一个菜色的预告，那我们会在今天把明天的菜色都做出来，那所有人都会亲自下去把一道一道菜都品尝过，那会在口味上面啊，或是做法上面啊，看有没有必要再做一些调整。那我们做这些动作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宅友们吃得健康、安心又美味的晚餐。跟一般小型家庭式的宅配晚餐服务无共款。制度化的管理、专业的总破筛执照，再加上1000万的产品保险，宅系食希望未来会当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全台湾，甚至是海外市场，让更加侪人会当享受到这款美味、安全、营养又搁轻松的暗顿料理。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在日本风格装潢当中，榻榻米是一定袂当欠缺的。但因为济工厂拢刷到大陆，所以即马市面上愈来愈少。不过，咱市就有一间超过50档的老店，依然坚持用传统的工法来制作，做伙来了解。根据了解，20档前，台市有46间店制作榻榻米，不过现在只剩2间。而其中一间位伫原正义街，嘛是现在新美街的老店，就至少有50档的历史。看起老师傅在用高发顺连赶工，应付人客订单。另外，对阿公手中接下重大的孙仔，对电脑工程师的身份嘛学做榻榻米的功夫。伊表示，毋是要趁钱，自认为这是一份社会贡献，更希望保留传统文化甲生活美学。这个也可以做成生活美学啊，但是很累，你会很累。那累的不是说在体力上的累跟绞尽脑汁的累，而是你想到以后这个行业会消失，你有没有社会责任？这个就是我的压力，这叫社会压力。你不要说今天，因为我话不敢乱讲嘛，你不要说你今天对着镜头，或者是对着社会大众、公众，你讲一些很生意人的话，我觉得这有点不负责任。单纯的利益，你没有去想到往后你会影响到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外移，你不回来，你先姑且不论你钱带不带回来，国内给国家，先姑且不论这个，我们论的是你能制造多少社会贡献，你能影响多少年轻人，后面的这些人来去接手这个产业的时候，他对这个产业有没有未来？有没有未来性？你没有未来性，卖讲啊！当然，不管是客家还是饭店，希望营造日本风格，总是爱榻榻米的搭配，但佫惊湿气相当。对此业者已经有开发创新的材质，会当因应人客无同的需求。像港口那种的话，港口区域或者山那个山上的区域的话，我们建议用 PVC 材质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就一直在反映会发霉啦，或者是会这个长虫啦，或者是不好保养啦。那我们去开发的这个树脂纤维，后来去替换了以前的这种农业类商品，效果反而更好，就是有符合他们的需求。一我不发霉，二我好整理，三我也不需要定期更换。
检查因应气候甲人客无共的需求，榻榻米需要对传统较创新。不过存在业者心中也是如何保留传统，调向精致工艺，才是思考路。台新闻管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2017国际文化村英语夏令营今日开跑，今年度招募了43名外籍学生，以及具备基础英语能力的国中生120名，要伫咧10天的相处当中互动交流，进一步来提升咱国学生的英语实力甲国际观。为了欢迎43位外籍学生，南大科技大学安排了传统的古典甲人狮来插咧这届国际文化村英语夏令营 TEP 的活动。这届活动透过优秀外籍学生以短期据点的方式，要来体验台南在地文化甲特色，同时也互120名国中生用英语甲因交流互动。加深英语应用的能力。我们现在这43位的这个外国学生他们是要在台湾蹲点3个礼拜。那在这个地方蹲点呢，他们就会到各学校里面去举办各项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是跟我们小学的学生、我们的这个中学的学生大家一起来用英文来做学习的工作。那一方面把这个游戏跟学习英文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在台南市政府这边的这个协助之下他们会去参观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景点，包括我们的赤坎楼、我们的这个安平古堡等等。所以这对外国学生来讲是一个文化之旅。TEP 计划经过3档的经营，所引进的外籍学生参与人数愈来愈多。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了将近100名外籍学生，透过计划来到台湾学习。南大科技大学也将 TEP 计划结合台南市的双语政策，希望会当有更侪效益，将台湾带入国际行列。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讲到癌症的治疗，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开刀、化疗、甲放射治疗。不过现主时，佫有一种新的免疫疗法，就是透过人体免疫机制研发出抗体，达到治疗的效果，会当提悬生存率。过去治疗癌症，除了手术以外，就是化学治疗甲放射治疗，但最后会因为癌细胞产生抗药性，无法度除掉。对此，有一种新的免疫疗法，被科学杂志列为全世界上突破性的发现。目前临床上被运用伫肺癌、黑色素瘤、淋巴瘤、头颈癌甲泌尿癌。都知道我们身体是可以对抗外来的一些病毒，比方说像细菌病毒这些东西，它可以把它排除掉。那癌症其实照理说，癌细胞也是一个外来的东西，我们的免疫系统应该要把它排除掉。这个其实从大概西元1800年就有这样子的观念，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发展出一个很好的免疫治疗。那直到最近我们发现说 ，OK， 其实我们的细胞不是
不是说没有办法去杀死这个癌细胞，我们的免疫系统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癌细胞太狡猾了，它产生一种物质，特殊的物质，然后去把我们的免疫力踩刹车，也就是说它就跟你私下言和的，让我们的免疫力不去破坏它。那我们找到这样子的分子以后，我们就可以设计出针对这样子一个协议，这样子一个握手言和的协议的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去把它打断掉。传统的化疗会出现肋头毛、恶心、想要吐的副作用，而且也会有抗药性，必须一直换药啊。而免疫疗法虽然有副作用，但比较温和，会当将肿瘤亲像慢性病同款控制。自己的免疫细胞攻击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造成一些甲状腺素低下，或者是造成我们的血糖会升高，因为胰岛素这个地方，我们的胰脏受到压制。那或者是说攻击肠胃道，有一些拉肚子这些情形，相对来讲比较温和一些，所以这是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其实它最吸引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现在初步看到，如果对免疫治疗有效的病人，这个效果常常都非常的持久，这个病好像这个肿瘤就停下来了，好像一个慢性病一样。不过有一寡自体免疫疾病，也就是需要使用大量类固醇的病人，并无适合采用免疫疗法，而且费用真高，无真健保，也无给付，对病人来讲是真大负担。但新闻正山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有真侪历史悠久、生态丰富的公园，亲像是刚度过100岁生日的台南公园。得到全球卓越建设奖首奖的巴克里公园，以及平原制奖的平石公园等等，这寡美丽公园除了会当美化台南市的环境，同时也是民众运动休闲的好去处。这几冬伫咧市府一区一公园的计划之下，让市民有愈来愈侪所在会当接触大自然，呼吸清新的空气，让咱台南市真正成为宜居的幸福城市。我每周都会来一次，我们都去玩溜滑梯，然后就是在附近散步绕这样。第一个是它树非常多，然后第二个是在这边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放松，就是像那个人家说台南是一个慢活的城市这样，我在这边就可以感觉到，小朋友很舒服，我们也很舒服，因为绿色的地方很多这样。觉得地方很大，然后很舒服。这里的花草树木很多，然后很多昆虫可以观察，而且草皮绿油油的。可以让眼睛放松一下，然后这里的游乐设施很好玩。我觉得这里树很多，然后很漂亮，然后很多人都来这边运动，接受那个很多亲大自然的。台南公园100岁了，在大多数的台南人心中，台南公园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拥有丰富的生态及多样性的植物，历史悠久的古迹及美丽的燕潭，可以说是陪伴着许多在地人以及在地求学、工作的人们一同成长。那这个100岁的公园，它其实跟着台南这个城市走过了100年，还有很多人的故事，有很多这个公园的故事在这里面发生。对台南来讲，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点。我觉得对现在你去问一些老一辈的台南人来讲，台南公园在他们心中是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少时代的一个休憩点，玩乐的点。那我觉得这就是台南公园它在历史上面，在整个100年的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气质。为了让这座台南市最古老、最大的公园再创造下一个100年的新生机，市府于102年12月启动台南公园永续再生计划，透过燕潭活化及水岸改善工程、台南公园管理所简易维修、老树区栖地优化等计划，让这座陪着台南市市民走过100年岁月的公园变得更健康。而为了庆祝台南公园100岁，106年元旦由市长赖清德揭开100岁系列活动的序幕，更是透过每个月多元化的活动，要带领台南市市民重新认识、重新走进台南公园。台南公园100岁，生日快乐！同样历史悠久的，还有位于嘉里区、拥有86年历史的嘉里公园。
近几年在台南市推动一区一公园建制与改善计划下，要让原本的公园更具功能性，嘉里公园就成为第一个示范地点。面积2.4公顷，市府花费了2500万元大刀阔斧改造，并成功整合了社区意识，建立在地风貌，以生态工法重新诠释这座老公园。如今也成为嘉里区民众最喜爱去的老地方。要营造一个美丽的公园或许不难，但是要堆砌一个有爱的公园却是不简单。就像巴克里纪念公园，从曾经的蛮荒，因为爱所展现的力量，让它蜕变成为台南最灿烂的公园。美丽的荷花池畔、自然河道，以及各种本土或者是来自国外的原始植物，加上丰富的昆虫种类、鸟类、蛙类生态，也让巴克里一开始就具备了发展生态教育主题公园的条件。这几年更是在市府与民间团体合作下，组成行动联盟，延续了社区民众参与公园维管的优良机制，更让公园成为亲子共学的快乐天堂。而后，台南市政府公务局以都市中荒野公园设计理念，打造出升级版的巴克里纪念公园，更是赢得2016全球卓越建设奖环境富裕保育类首奖，也让市府公务团队设计理念及工程品质再次获得全球性专家的赞赏与肯定。同样获得原野奖肯定的还有平石营区中央公园，提供市民能够在忙碌的生活中有个享受片刻悠闲的好去处。而拥有丰富生态资源的后壁小南海，自然乡间景观也吸引着许多游客驻足流连。盐水最具规模的月经水岸公园，在每年的月经港灯节点缀之下，更是美不胜收。这一座公园营造出绿色美丽的都市景观，为民众打造出幸福生活空间，也带来自然纯真的生活。其实生活的质感就是在细微处为人们带出美好的感受，带来居住在地的品质。像是公务局执行水银路灯落日计划，全面汰旧换新成 LED 灯，不仅可以让路灯变亮，保障游龙安全，而节省下来的电费及降低碳排量，也让台南市成为名副其实的低碳城市，创造出台南独特的绿色幸福。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日天气好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27度至33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7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